大家好，我係 P1P 嘅 Luna 張，今日等我帶大家參觀下我嘅暖暖的家啦。我嘅屋企有爸爸、媽媽同埋我，家係一個幸福嘅地方。爸爸媽媽、哥哥、姑姑同埋我，好開心咁住埋一齊，好溫暖嘅。Nice. 家是一個溫馨的港灣，無論我遇到什麼困難，返屋企之後，我總係快樂同埋安慰嘅。家係一個和諧嘅地方，大家一齊睇電視，一齊傾偈，好開心，好快樂啊！我有一個快樂嘅大家庭，大家好開心咁住埋一齊，我愛我的家。呢個飯廳就係我每日食飯嘅地方。我嘅屋企唔單止係一個寧靜嘅地方，更加係我享受天倫之樂嘅地方。我叫小月，是個小女孩。我係隻小白兔，最愛吃胡蘿蔔，最又愛蹦蹦跳。我媽媽係小芝小姐，佢係隻好鍾意唱歌嘅小鳥，佢每日都好靚，係家入邊嘅天使。我爸爸是小文先生，他是隻螞蟻，每天努力工作，努力照顧我。我愛我的家，充滿歡聲笑語。我們相聚在一起，分享每天的所見所聞，大家和和諧諧，樂也融融，真幸福。